上集同大家介紹咗粵港新天地美食廣場一系列嘅美食，今集唔好停，一於食盡佢。今日要同大家介紹位於深圳羅湖口岸一出粵港新天地美食廣場。當然唔少得我呢位最中意食嘢嘅美食主持人麥浩兒 Kelly 帶大家睇下有咩正嘢先。呢度都有成超過30幾間商鋪㗎。一嚟飲返杯鮮榨橄欖有金汁先。呢度嘅果汁都係嚟自自家果園，由採摘到榨汁一條龍，係新鮮嘅。鍾意食牛嘅朋友仔可以試下和牛雪花越南粉，想食牛扒仲可以食到谷字 M5 牛扒系列嘅美食。哇，香噴噴，睇見都流口水啊！飲返杯低卡健康嘅東方茶先。呢度都有好多新鮮出爐嘅麵包、蛋撻、蛋糕、糕點，仲有走地雞、潮汕特色菜。哇，即煎新鮮出爐嘅綠豆餅啊！呢度仲有好多乾貨、零食、小食、粉麵、甜品同糖水。哇，好大隻啊！講緊嘅梗係啲蟹啦。超大隻哦，這是哇，這兩隻是好。呢個蟹黃麵真係冇得輸啊！直接好幸福嘅感覺。估唔到喺美食廣場竟然有我媽卡西食喎。第一道菜原來係壽司公仔見面禮，師傅嚴選世界各地新鮮嘅食材。獨特嘅配搭真係震撼我嘅味蕾啊！呢度嘅套餐都係100幾蚊起就食到我媽卡西啦。美食廣場呢度有成30幾間店鋪，可以話係包羅萬有。無論係養生保健、通訊網絡、美容扮靚，都一應俱全。有時間仲可以去免費驗眼，有專業視光師為你服務。美食廣場呢度真係咩都有，滿載而歸啊！定期仲有唔同主題嘅打卡影相位，
咁方便，每次嚟羅湖都要去粵港新天地美食廣場先。